今仔日的讲道，你愿意为耶稣做一件美事吗？咱要请曾牧师。伫咱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施恩赐福，保守疼痛，对年头到年底照顾阮天顶的阿爸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伫这个感恩节的礼拜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愿你将阮家己的生命高举伫你的面前。主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纪念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，安尼讲。主，这是我的身躯，阮要学习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来拍破阮家己。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，即种破碎家己的奉献，阮的主张，阮的财政，阮的事业，阮的产业，祝福阮来到你的面前，纪念阮的主耶稣。伫阮祈祷的时，愿主你的手摸伫阮的心头，亲像圣神拍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伫你的面前听会了解，了解了后会有行动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亲像今仔日你通过思维长老所宣读的，特别的祈祷，对少年到现今。直到将来头毛白时，主求你无弃杀阮，互阮经历着上帝你牧养阮到一生即种的疼痛。愿主你伫阮的中间得到看见，得到高举。主你对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来讲话，祝福阮毋是干那听人的道理，互阮伫你的面前看见。阮所看袂到需要感恩的事，阮伫你面前静静来亲近你，求主你甲阮同在，祈祷我开下所有性命，阿门。愿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，拢记载就是人伫领受上帝祝福的时，对心中的感谢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感恩节时，牧师也愿意通过咱同心的祈祷，甲上帝祷告。主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主求你填满每一个阮今仔日伫礼拜中间亲近你的阮的兄弟姊妹。愿上帝祝福恁的杯，祝福恁的家庭，也祝福在座每一个囡仔，互恁进入大卫，从年轻到成长到年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所听兄弟姊妹，互恁的心无空空，互恁伫每一年的感恩节，恁对心中讲：我要算，我要笑，因为主的恩典算袂了。愿天父上帝，亲像伫古早伊伫西门，伊伫列撒路，上帝嘛伫今仔日施大恩。互咱真正来经历着，原来感恩节是遮尔活活的感恩节，毋是一个历史，毋是一个教会规矩，是人出伫欢喜的中间，安尼奉献的时，佮对上帝讲：主，我知影，我安尼奉献实在还佮无够格。主望着咱的心，用伊的听摇动，互咱即个教会就是信仰的大家庭。这个教会每一礼拜拢是感恩节，对少年到年老到永永远远，因为上帝话通过代笔的嘴讲，既然用感谢做祭，奉献了我的人，伊就是尊重高举我的名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乞食，基本上伊无需要咱的奉献。但是每一个人愿意奉献时，因为主伊用无限的听，丰富咱的生命，
咱对欢喜甘愿会感觉讲，我所做的其实是无够强。主帮助咱，互咱来听今仔日这个故事。有人讲，这个感恩节是因为美国人因对英国移民到伫美洲、美国北美伫迄个所在开垦所经历着，对心中感谢上帝。所以每一年的11月上尾的拜四，就是美国人会过29暝，台湾人拢爱伫迄个29暝新春进前，逐个人无路较远，就是倒来厝围炉。伫迄个所在团圆，伫迄个所在为着新的一年来祈祷。感恩节是美国人因对感恩节到圣诞节是一个真要紧的，甲上帝亲近、甲家庭亲近的节期。但基本上，咱毋是咧过一个美国的节期，因为对圣经的旧约到新约，对搬过节、住盆节。一直到新约，今仔日这个故事叫做西门的家庭。愿恁斟酌听，然后听了甲上帝祷告，祝你祝福这个西门这个家庭的祝福。我的家庭嘛要有，因为今仔日是头一摆伫耶稣的身边，应该讲就是耶稣伊伫迄个所在得到感恩的节，真要紧。的一个日子，发生的所在是一个主人，伊叫做西门。照今仔日的圣经记载讲，这个西门这个人是得到麻风病。咱的圣经白话字讲太过病，因为伊的身躯开始生烂疮，是一个绝症，是一个医袂好的病。太过病伫当时。一旦若知影是拖过太过病了后，这个人就无搁再有权利住伫厝内，伊需要住伫荒郊野外，甲一定遐个病病拄着这种的太过病的人，互人气煞，互人看袂起，就亲像去互人等的自生自灭的人。这种人若伫路边咧行，看到人来的时阵，因搁爱大声安尼讲，毋通我外，因为我是一个太过病的人。但今日这个故事咧讲起，耶稣来到一个伯大尼，伫一个西门的家庭，伫遐甲因做伙食饭。这个故事真趣味。西门不但交代耶稣伊甲伊12个学生。西门照着圣经的记载，伫马太、马可以及约翰4本的福音书中间有3本讲到这个故事。不但有耶稣甲伊的学生，更较要紧有一个受邀请的家庭，叫做马大、马利亚甲列撒罗。兄弟姊妹，我都想象，这就是一个得到祝福的家庭。可能西门就是马大马利亚的亲人，若无一定是上好朋友，因为伊受邀请来参加耶稣基督，一个真要紧备办要定十字架，会搬过节，会食饭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咧讲起一个家庭，因怎样伫这个时刻献上感谢。然后耶稣就讲这个故事，伊讲玛利亚为着我拍破这罐哪得的香油，是一项好事。白话字的圣经是讲好事，中文的圣经讲这是一件美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用这个故事来邀请兄弟姊妹，恁问恁家己讲。你今仔日，你来敬拜耶稣、敬拜上帝的时，你甘愿意带一份无保留的礼物，甲耶稣讲：耶稣，这是我对心中欢喜甘愿献予你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。我咧读这圣经，我咧准备
我应该用心中的言语，真有逻辑，真有系统，一点一点甲恁说明。我首先问着我家己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玛利亚伫这个所在所做的这个行为，伫耶稣的目睭看做宝贝？兄弟姊妹，恁敢会当去想象耶稣看什么做宝贝？你想耶稣是一个送乡的乞者，对贫民区出来的一个流浪汉吗？你想耶稣需要用这种讨债的方式来过一个暂时奢侈的幸福感吗？咱若了解耶稣，咱知影耶稣基本上是一个放弃享受的人，所以经记载讲，伊连暗时咧困，事事愧头壳的所在，伊都无计较的人。所以基本上，耶稣毋是一个爱穿好衫、爱用好物、爱有享受，伊才会当疼伊身边的学生的人，毋是。就圣神真正帮助咱读圣经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读圣经并无真正读到圣经内底真正的真理。就亲像真侪主日学老师咧，甲这囡仔讲耶稣的故事的时，咱有真夸张的情节，咱有真侪故事的细节，但是咱敢有真正开咱的囡仔的目睭，明白耶稣爱你伫人生中间做什么？我讲结论。因为今仔这个讲道礼拜最后，咱要进入圣餐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我要邀请恁，因为逐摆八饼拢是牧师，牧师用这个行动真敬虔。伊讲这是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兄弟，恁敢有逐摆伫圣餐拢纪念耶稣？我要邀请恁，恁无一定爱做互人看，但是今仔日当你摕到这个饼的时，你要领受耶稣的活命真情，你敢愿意？你嘛恭敬，将这个饼放伫你的目睭前，伫耶稣的面前。伊讲主耶稣，这个饼代表我的身躯。为你摆上，牧师要甲恁这青年，甲恁鼓励。恁检查也未收圣餐，但是伫今仔日，恁会当安尼讲：主耶稣，我将我的生命摆上为活祭。摕到饼的人，你敢愿意？安尼甲主讲。主，这是我的活命，为着你来拍破。主，求你拍开我的心门，互我最的小气，唔敢计较，对我家己生命的主张管理。主，我伫你的面前拍破我家己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耶稣讲，伊看做宝贝。而且讲，逐世代囡仔传福音的所在，拢要讲起这个故事。因为一间无愿意拍破家己的教会，一个无愿意拍破家己的基督徒，伊真困难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降服伫上帝的面前。这就是今仔日的故事。愿这个故事真做一个。上帝圣神来祝福的故事，因为这个故事发生伫西门的家庭。西门嘛邀请马大、玛利亚甲列撒罗。当咱安静去想因所拄着人生的情景的时，咱就会当同意讲，其实玛利亚伊拍破伊感觉。足宝贝的哪搭享有的时，伊的心内会对耶稣讲：主，这罐香油也无够业表达
我对你的感谢，因为玛利亚看见伊的弟弟、伊的兄弟死后来代替亡灵。第三日，耶稣叫这个列撒罗讲：“起来！”列撒罗对死个话，所以这个心捌破碎过的玛利亚，当耶稣来到因兜是迟到的时，玛利亚对耶稣讲：“你开遐慢来，你若较早来，我的兄弟就袂死。”玛利亚捌安尼甲耶稣埋怨，但是耶稣互伊知影，什么人是这个活命的主？这个生命伫什么人的手中？有什么种的代价会当换伊的兄弟列撒罗搁我这种的欢喜？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信仰中间，你敢已经互主摇动摸着你的生命？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西门的家庭麻烦变得着医治，迄种的见效得着上帝的接纳，伊重新倒来到人的生的社会内底，重新有生命的尊严。马大、玛利亚、列撒罗做伙，为了耶稣基督的身边。就是这个故事中间有一个人，咱会当真简单讲，这个人足白目，伊叫犹大。因为当玛利亚拍破这个香油的时，这个犹大伫遐讲假咬、无彩、讨债。一个无认捌耶稣的人，伊看耶稣，其实就是耶稣。但是一个认捌耶稣的人，伊看耶稣，就是上帝的基督，就是活命的救主，就是对生命有权柄的主耶稣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对咱讲话，对这三本的福音书，咱甲耶稣讲：主，我要将我的生命进入活祭，摆伫你的面前，我要纪念你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是我一生的真正礼拜开始。今仔日是我真正敬拜你，甲你立约，亲像玛利亚。主，我对主耶稣讲，我愿意为你做一项水的代志。但是基本上应该安尼讲，主，我愿意为你做一项戆代志。世间人看做戆，但是伫你的目睭中看做宝贝。主，求你帮助我。主要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澎湃领受上帝祝福的礼拜。也愿今仔日代表的祈祷对恁对我，咱到一生的路尾，到代代无尽。亲像代表讲，对我少年的时到今仔日现今。直到我将来头毛白的时，上帝你嘛无弃杀我。詹天比老师帮咱，上帝祝福你。你即摆已经头毛白啊，但是上帝绝对无弃杀咱在座所有的长辈。阿免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一生伫主的听的内底，咱常常在伊的身边，咱会记得用祈祷来思考。今仔日牧师毋是为着奉献来甲恁讲道，毋是，因为我的上帝毋是去遮，我从来无感觉我的上帝有啥物欠缺，但是因为恁咱是三听的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受祝福的西门的家庭，伊敢会当无邀请伊的至亲好朋友，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祝福的恩赏嘛？照着咱的感动，愿天父上帝接纳咱，互咱的一生成做一个活祭。咱好好来思考讲，
主爱你做什么？主啊，你爱我做什么？顶礼拜我甲恁分享代笔另外一个祈祷讲，我要将甘心的罪摆在你面前。我若欢喜就有祝福，我若无欢喜，这个责任已经交代我。保罗就是安尼讲，耶稣已经将传福音的责任放伫我的身上，我若欢喜做就有祝福，我若无欢喜做，我嘛爱做。因为这就是十字架的使命，主已经将伊交代我。感恩就是一种回应。咱若真正认捌耶稣，咱的回应就无保留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伫新人院的时读一本真要紧的册，以改变我真要紧的态度甲主张。这本册是写好对欧洲、对美国去中国传福音的一个叫做内地会，你捌听过这个基督教的组织吗？戴德生伫中国真侪真要紧去做福音，甲侪社会福利的事工的这个内地会，因大大的影响。但是因这本册是咧写好这个宣教书的教科书，基本的。叫做教战手册，伊的册名叫做《放弃管理》。伊内底讲着10项，伊讲若要将家己的主张、管理、利益放一边，咱就无可能真侪真正愿意为着耶稣走到天边海角的人。放弃健康的管理，放弃对时间的主张的管理，放弃你的家庭、爱情的管理。但今仔坦白甲恁讲，即摆人伫新人院，伊嘛感觉即种的观念是过时的。我坦白甲恁讲，因为即摆的时代，连新人院都无主张要求上帝教会的工人学习放弃管理。但兄弟姊妹，恁家己做判断，上帝的真理是千万年袂改变的，所以耶稣才讲：人若无愿意放落家己日日背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伊就袂堪得。所以我的学生，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甲恁情绪勒索，但是愿恁伫主的面前讲。主，我愿意行到你施恩做证，我愿意进入你施恩的国度。主拍开咱的心门。四个福音书中间有2个无共款拍破哪大香油的故事，另外一个记载伫路加，这个路加伊所记载拍破这个香油的这个主角，毋是玛利亚。照着圣经讲，这个是犯罪负责人。迄个故事恁倒家己看。但是耶稣伫迄个所在回应这个问题。耶稣讲：恁对我3年，但是恁对我会听遐尼少。对我开始入门入来到这个家庭，恁毋捌用水互我洗骹，恁嘛无真心甲我拥抱。甲我亲嘴，但是这个无正经的负责人，伊用目屎洗我的骹，伊用头毛擦我的骹，然后伊用油抹骹抹我的头壳。你们没有，他有。最后耶稣讲一句话：因为他的爱多。我无写足完整的。但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一个伫主的面前愿意破碎家己的人，要照今仔日这段圣经讲，因为伊会听罪，伊会赦免就罪；因为伊会听少，伊会赦免就少。其实毋是这个人先听耶稣，恁同意？是耶稣先听这个人。
咱伫一个所在敬拜上帝，毋是因为咱先疼上帝，是因为咱首先互主的疼蒙着。要搞清楚，愿天父上帝在这上祝福恁。咱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做一个甲上帝完全结连的基督徒，到代代无尽，到我的囡仔，到我的孙，到永永远远，我的家庭要敬拜耶和华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这就是耶稣讲为什么到逐世代每一个家庭，拢要讲起玛利亚所做，因为首先救恩予列撒罗，然后玛利亚看见上帝救恩，然后玛利亚回应耶稣的疼，甲伊的生命的权柄，然后这个家族进入永永远远上帝的国守的内底，生生不息。你疼我疼，你疼我疼，上帝疼咱，咱疼上帝；咱疼上帝，上帝疼咱。主帮助咱，互咱明白犹大甲玛利亚最大无共款的所在是什么所在？因为犹大看到这款奉献的香油，伊目睭前出一个记号，那像咧拍警告，会扭落了后走出来。咱的世间，咱的目睭若看价格。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疼是什么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这个礼拜的中间，开咱的目睭，将一份咱无法度理解的爱，长看关心的疼，放伫咱的中间，然后咱对咱家己问：我爱主有多深？兄弟姊妹。我们爱主有多深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今仔日这个圣餐的饼要代表我的生命。主，我向你高举，我摆上我自己，如同这一块圣餐的饼。主，我是一个足微细的人，像着今仔日这足细地的圣餐的饼。但主啊，我将它剥开。今仔日恁若无饼通掰，恁倒去了后，甲妈妈、爸爸招，伫恁的家庭内底做一个家庭礼拜，恁会当真正式，家庭围一个圆圈，归落来，做伙用这种神圣的动作，为着你的囡仔做祝福的祈祷，讲，主，我的囡仔一生要成做你的路用。主，告我恁的嘴；主，告我恁的心；主，告我恁的思想甲意念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享受甲耶稣做伙生活迄种的骄傲、迄种的欢喜、迄种的满足。主甲咱三脚伫地，咱静静思想，咱静静思想对你祷告你地，到底我过心中的生活。咱静静思想，对我做基督徒入捌耶稣迄个时刻开始，我怎么样活过来？求天父上帝通过这种的祈祷回想，互咱明白这项代志。我的列祖的上帝就是牧养我到一生的上帝。这句话记载伫创世纪第48章。这个人叫做雅各，伊年老要过身之前，伊叫伊的囝约瑟带伊的孙仔来。雅各要甲伊的孙仔祝福，伊就是讲一句话。伊讲：我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爸爸以撒的上帝，就是照顾我一世人的上帝。
我要奉伊的名来祝福恁。愿天父上帝，互恁的家庭真多，阿伯拉罕的家庭、以撒的家庭、雅各的家庭，后来到约瑟、到马拉西、到以法莲、到耶稣，行行顺顺。兄弟姊妹，何尝不是上帝先爱我们吗？咱在这个所在有啥物通夸口？咱所做的基本一个通伫做面前讲，主我所做的实在，无啥物通夸口，是无够硬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的家庭真侪西门甲玛利亚的家庭。今仔日的旧约诗篇71篇17节，这是代表的祈祷。恁会当只有读黄色的字体，因为简单来讲，就是对于我少年到年老，我的上帝拢无弃杀我。我使愿意为恁做守望的祷告，也求咱做伙敬拜服侍的上帝，保守恁，互恁对少年到年老，恁拢享受上帝这种的疼，无怨无悔，真真实实。咱伫做伙面前讲，主所有的我的生命拢是你的，所以有三个今仔日最后的结论甲祈祷。愿恁的家庭得到祝福，阿们吗？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亲像阿伯拉罕，互咱亲像雅各甲约瑟，互咱真正感受着讲，这个上帝，伊毋是活伫圣经这本册内底，这个上帝陪伴我，对少年到年老。昨日查经班的中间，我甲来查经的这兄弟姊妹分享讲，我感谢上帝，互我有好的爸爸妈妈，因甲我生出来，而且伫我的身躯中间，伊互我一项基因，伊就是没有贫穷的感觉。我感觉我对细汉到大汉毋捌有感觉讲，我无幸福，也是我丧向我欠缺。我毋是甲恁夸口，毋是。但是我的父母互我的满足，毋是钱啦，是上帝照顾陪伴我到一生的路回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这个个人的心境，最主要是要鼓励恁，伫恁的信仰的内底，毋通有贫穷的 DNA。因为自从咱信上帝了后，上帝所予咱的，就是丰盛的生命。主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用今仔日的圣经做祈祷。第二会记哩，爱常常伫你的囡仔的面前，带因看到上帝的恩赐。俺每一个会今仔日坐伫这个所在，毋是因为因爸爸带伊信了所了，对无？詹天比老师，我讲安尼无过分吼。俺每一个是因为有一个一生掠条上帝阿嬷，所以俺每一个对少年有时就会陪阿嬷来做礼拜。伫到阿嬷年老的时，伊就欢喜载伊阿嬷来做礼拜。后来，詹天比老师嘛对伊的妈妈来到上帝施恩做证。兄弟姊妹，就甲你的囡仔讲，咱的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？都爱照今仔这个故事讲互你的囡仔听。伫你的囡仔细汉了毋捌的，伊来做礼拜之前，你要甲伊准备现金的钱。你要互伊参与伫上帝的面前，尊重上帝这种奉献甲感恩的态度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囡仔若会晓感谢上帝，你的囡仔就会晓感谢你的恩情，你敢同意？你的囡仔若会晓敬拜上帝，你的囡仔若会晓对上帝慷慨，你就毋免烦恼你的囡仔将来
会气杀伊对你的亲情。我毋是用逻辑性思考来甲你做情绪的勒索甲交换，但是咱来教咱的囡仔看见上帝的作为，亲像大笔讲，哇，终日要诉说你的义跟你的救恩，其中不可计数，我连讲都讲不了，我无法度算，因为上帝你奇妙作为。是连我算都算不了，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5节。伊讲我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。我要伫我的囡仔的面前，常常讲起我的上帝，伊奇妙的作为，甲伊的救恩。救恩这个字足快，一个深渊中间救起来，就这个意思。伫一个头前无路，伊拍开一个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互人的心开阔，互人的目睭明亮，互人生命丰富，互人的软弱离开。这就是这个字原本伫圣经内底咧讲的救恩原本的意思。不计其数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连言语，我用我的话都讲袂清楚。迄个原本的意思是，连我用讲都讲袂清楚的意思，连我用镜头来算都算袂了。当然，镜头算安怎算都算袂了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今仔日的圣诗，伊的副歌，主的恩赐你着算着笑，主的恩赐你兼算袂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稳当满心感谢。上帝大慈悲，求天父上帝将咱的祈祷放伫咱的嘴唇，放伫咱的囡仔心，放伫因的意识，放伫因的画面，到永永远远。最后，咱问咱家己：你愿意吗？我们爱主有多深？原来你做面前奉献咱家己，因为奉献对上帝来看，不是计较；奉献对上帝来看，是一种爱。原来来到做面前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甘愿意将我的心拍破伫主的面前。亲像玛利亚伊的行动，我的主张，我的主权，我的民主，我的界限，无人会当影响、侵犯我的界限，但是我的上帝会当完全来进入我的生命的空间，你若愿意，伫生产的中间，甲上帝结连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需要你，我毋是干那需要听到上帝的话那点。阮需要你来帮助阮的心，互阮知上帝听好顶的真实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看到你，恳求你进入阮的生命中，互阮的心真实，互阮的心丰盛。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祈祷我和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